来看破坏现金1万块，到顶礼拜5日，就有超过6.5%，大约是1550万人已经领到了。中华邮政今仔开始嘛开放各地邮局提健保卡甲身份证，得当伫柜台领到现金。为着要消透人潮，拜1、拜3到拜5，身份证徛号是会当去领；拜2、拜4到拜6开放双号领。到今仔中昼嘛已经有超过17万人去邮局领到钱咯。到邮局领破坏现金的人真多，工作人员半夜互白民众用小可休困，柜台也加派人员水平加速罚款的速度。即马开始，到邮局领钱的人照身份证或者是居留证尾数，大双号分流，大号伫135办理，小号伫246办理。我是觉得，在我的手机说要这样子上网，如果真的要登录。很多诈骗集团。儿子领的。哎，对，嘿，我的钱12号就进去了。中华邮政也提醒到邮局领，若是代领，除了代领对象的健保卡甲身份证明文件，代领人也爱找有相片的身份证明文件。在起的状况大部分顺利，各分局拢开专门的窗口来办理。虽然有点人潮，但因为我们的作业非常迅速，每位民众实际在临柜领取的时间不到30秒至1分钟。台北市警方表示，已有诈骗集团探破坏现金政策的诈骗，提醒民众干那财政部官方网站登记的接洽方式，甲去有识别大纸的 ATM 领钱，甲去邮局领3种方式。假借政府的名义通知民众去做一些不明网站的连结，那这些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诈骗。财政部统计破坏现金政策上路以来，到14早起，高雄全国已经有接近70%的民众已经领，用登记领的比例上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